中原大学副教授赵明伟针对新北市幼林园饲爱困药仔事件提供错误的资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嘛认定讲这是错误的信息。立委王宏维昨日向中原大学检举，嘛指出讲赵明伟过去捌牵涉到性骚扰的案件，要求中原大学赶紧开教评会。中原大学是表示讲，接到检举了后，就会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理。赵明伟本人目前是无回应。中原大学生物科技系副教授赵明辉最近讲，囡仔巴比妥经验表内面出现的负号是代表零验测，被认定是不实信息。伊2月伫咧 FB 发文表示，造成社会大众的误解，感到抱歉。国民党立委王宏维立即向中原大学具名检举赵明辉，涉及违反选罢法、社会法、吞下专业、无责任告知。他这样的一个传播假讯息，事实上已经证明他不足以为人师表。民国104年，他甚至主动起哄，然后要脱学生的裤子，而造成学生非常大的伤害。王宏维也表讲，赵明辉过去涉及到性骚扰案件，一个公然歧视学生，请中原大学赶紧开告评会。中原大学回应讲，也无接到王宏维的检举资料，但正式接到检举了，将会依照校内相关的规定做适当的处理。因若打电话给赵明辉本人，伊无做回应。转接语音信箱，读声后开始计费。新北市幼儿园技术饲药案件纳入继续过招，校幼儿竞选团队2时到台北市警察局中正1分局提过赖清调查发言人地伟山散布假消息，违反社会法。警方已经通知最近教官说明。民进党不断的用假信息、用政治的操作的方式，造成家长跟老师之间的社会冲突跟对立。那民进党身为政党的领袖，应该诚实的面对真相，负起责任。验过新北市政府大门口，最近才互人破邮册，无到2礼拜。而且，这个查甫人如果挂邮册甲银纸到新北市政府门口破，合区的警察已经到场，改带去派出所调查案情。针对巴比妥加苯二氮平类的复方药纳入管制药品管理的议题，行政院开第2次专案小组会议，表示卫福部伫咧最近将会开会讨论，也加强办理幼儿园涂药甲用药的安全演习，提升专业的智能。记者综合报道。